选手教练会坐商务舱，这个已经做好。全部的选手教练都坐商务舱，确定是。 特别专程来，大家就要搭飞机出国参加奥运比赛。每一位选手能到奥运的殿堂，相信都是一辈子最大的光荣跟期待。而各位不但是最好的条件，也经过最辛苦的训练，现在也已经做好最大的准备，就要到最大的奥运殿堂上为国争光。 我特别代表政府，代表国人同胞，期待各位尽最大的努力，得最好的成绩，不要有压力，但要知道全国同胞都做各位的后盾，都祝福大家有最好的表现。前进东京奥运，台湾加油！正在。好的。 飞东京只要3天啊，那尤其以往我们都讲是说飞机，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人高马大，可能坐这个经济舱都比较困一点。刚好现在飞机航空业也比较苦哈哈，能不能用哪里的一个经费多拨一点，让我们的选手坐飞机坐的比较宽敞，看一个人可以坐一排还是怎么样，让大家移动很方便。现在就是选手教练会坐商务舱，这个已经做好。全部的选手教练都坐商务舱，确定是。